小姐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你。张总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你为什么要一次次的伤害他？你觉得你离开了他会幸福吗？刘一鸣今天亲口在媒体面前说，他跟你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。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那么贪心？贪心的结果就是你会一无所有。阿姨，一鸣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过来看看志恒。进来吧。坐。今天你见不到他，志恒出国了，找他有事儿吗？哦，就是上次在发布会他没去，我还挺担心的。谢谢。其实他出国只是想去散散心。阿姨，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一鸣，你不会怪阿姨吧？莫总，您的快递。阿姨，谢谢您肯打开这封信。我是通过这种方式，我爸爸1月3号去世。死于心衰肾衰，没有太多痛苦。谢谢这段时间以来，您全家对我和我爸爸的种种照顾。我没有什么可回报你们的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给你们添麻烦。我要离开了，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人生。请您替我转告志恒，伤害他的感情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虽然我到底还是让他受伤，
替我向他道歉。阿姨，我无论走到哪里，都真心的祝你们安康快乐。欧洲，我又回来了。停，好，摄影怎么样？好。录音呢？啊。下来吧，一鸣。来，准备下一场了。好，来，走过来。导演，可以吗？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我杀青了。真的？行了，赶紧滚蛋吧。来，准备下一场啊！大家注意了啊！刘一鸣杀青了！辛苦大家，谢谢。他说了啊，要请大家喝水，听者有份儿。没问题。行了，赶紧让这个人在我眼前消失了啊！导演，只要您需要我，随叫随到。行了，食宿自理啊！走吧，忙去了。谢了。走，下一场。快点！下一场。准备下一场40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好，木叔呢？你不知道吗？木叔他已经去世了。他走的时候，只有妮妮一个人陪着他。轮廓倒影执着，这陌生角色